缅甸大叫咩不客长，侬客长，非缅话。汉语缅甸当中侬客长，非缅话。缅话说客长。耶稣将欧阳宁波加贤节，耶稣将欧阳宁波加贤节，巴萨个波宁让我明白来现在就娃的老来现在就歪练老就歪的老卷耶稣将欧阳宁波加贤加贤节来就是因为 as 来这个简单 joy 就歪的老耶稣将direct 雷嗲风将就是刚刚是方言 direct 欧阳宁波加贤就是边上就从他们边上过节就是过来就是因为简单就是外人死的外人，简单就是外星人死了的死，简单的死人，就是卷着的，但是死了以后就是卷着的，就歪的老，娃娃的老，他娃娃的老，歪的老，耶稣将欧阳宁波加贤节来简单 joy 就歪的老，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
人在盼望。啦啦啦